关心咱的母语来讲，台中市有一个做妈妈无偌久的陈千荣小姐，对3年前开始学画图，画出用台语过日子、生活的点点滴滴。伊也训练家己用台湾话讲故事，互人听，鼓励身躯边的人尽量讲台语，赶紧把母语捡倒转来。 这是我推荐大家去台中爱食的物件，一定爱去食啦！你毋捌食过，试看卖啊啦！这就是麻薏。家己画图记录心目中的故乡滋味，伊是陈千荣。因为做妈妈了后，注意到语言甲环境互相影响的关系，开始画图记录生活，记录台语。新竹的外来人口较侪，伊本身是客人较侪。 因为我就想讲，我有当时去菜市仔买菜迄当阵，我用台语要甲头家讲话，因为当时听无我咧讲啥，我才有这是新竹，毋是台中安尼。换一个环境，语言就好亲像无啥会通。陈千荣开始注重囡仔语言教育，伫新竹有参加共学团，跑登去故乡台中，也会找时间用台语讲故事，互大家听。惜白的话放伫嘴内，唔敢讲，只好亲手。 一笔一画，照水写字。透过讲故事的时间，互大家伫生活中有讲台语、讨论台语的机会。听众朋友因的反应真趣味，因会感觉讲哦，原来这句爱安尼讲，因袂晓讲，还是因根本都袂记得安怎讲啊？有一种帮因复习的感觉。这袂晓啊，这要安怎的啊？我的感觉就是爱。 定定甲囡仔讲台语，台语真正讲起来就水的。大家伫假日时啊，做伙伫美丽大自然听故事。陈千荣嘛要继续用伊充满感情的图画，甲对台语的热情，和大家用台语博感情。记者杨淑晴、张学水台北报道。